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个性足固执，安怎讲都讲袂顺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执，固执的执，读字一执第4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执的意思就是体，比如做奖励或者是做代志，咱讲执行；若是证明资格文件，咱讲是执照；若是执行法律的规定，就是执法。另外，这个执嘛有顽固、讲袂听、讲袂顺车的意思，咱讲固执执意。若是讲有的人固执袂晓，咱讲伊是执迷不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其实意思拢要共。头一个读做执业，意思是讲一个人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安怎讲都袂变通，安怎讲都唔改变。嘛会当讲是固执、执偏、执撇、执意、执决、执死决、甲掠死决。若颠倒变的词，就是会晓变通，会晓变波。第二个词执死决嘛是共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明明就有大雨警报，阿明煞执业要家己一个人去爬山，结果就安尼执死决，需要救援单位出动直升机来解救。上尾平安救到，所爱动法实在是袂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